大陆男星冯绍峰8日在微博宣布喜讯，说老婆赵丽颖生宝宝了，是个小男子汉。不过其实从去年8月，赵丽颖就频频被曝怀孕，当时她还 PO 出劈腿照否认，如今孩子都生了，也让网友质疑说谎，引来批评声浪。PO 出脚丫硬的照片，大陆男星冯绍峰8日在微博宣布喜讯，说老婆赵丽颖生宝宝了，母子平安，还说今天起家里多了一位小男子汉，一起守护伟大的妈妈，言辞中透露出为人父的喜悦。去年10月中，赵丽颖生日当天，2人宣布领证喜讯。仔细算一算，孩子在今年3月生下来，可能去年6月就有喜了。去年中，赵丽颖开始减少工作量，还曾说累了想休息，没想到8月就被传出怀孕消息。当时她还 PO 劈腿照否认，甚至4度传出怀孕都否认。后来宣布领证之后，又有网友外流产检报告，说预产期在2019年3月。赵丽颖也不满发文说，网友爆料变成新闻传播，吃瓜之前能不能先看瓜的质量？还说万一是注水瓜呢？直到今年元旦宣布有喜，算怀孕周数，相当于自己打脸，引来批评声浪。电影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唯有男人最为狠毒，谎话连篇。其实小僧和您说的那种男人不太一样，就是这句话，每个男人都会说这句谎话。冯绍峰、赵丽颖因为合作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假戏真做谱出恋曲，之后又合作《知否知否》，因是绿肥红瘦，被视为是定情作，只是从交往到怀孕。赵丽颖多次辟谣，事后却证明谣言是真的，网友纷纷表达不满，认为明星口中的否认果然一文不值。